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一个骑士经过罗斯福路5段，看到头前一台修理车，甲这个车停伫个路中，落车去对面买物件，是甲后壁车总挡掉咧，拢袂得过。骑士真生气，录影来检举，想袂到这个警方的回复是检视这个影片，无法度证明车辆有违规的行为。这个骑士是非常无法度接受，痛骂讲台湾的交通已经死啊！警方是来回应讲，因为新法令的关系，所以这种的状况都要警方开单来告发，才有算是。白色的轿车插伫路中，一插就是几6分钟，后壁汽机车拢塌规排。骑士是起一个用手机录影检举，严格驾驶嘛无拍算要将车驶走，等到落车去买物件，是讲骑士检举落尾竟然失败。这没办法，因为我常常劝导我们客人跟他讲，你不要乱停了啊。人大家都是顾自己爽而已。像我的话，我店家的门口我没办法停车，把菜拿进来。那我测试你说我这样就是旁边有摩托车，我这样叫并排啊？你说这样说合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代志发生伫11号下晡2点多，台北罗斯福路5段，驾驶将车插伫路中，双向的单线道敢若剩1点空间，偏偏中央又搁有双黄线。骑士行甲掠过，车过线，家己嘛违规。骑士事后控诉，268甲警告，对方竟然落车去买物件，甲检举讲向检索车插伫路中央。严格警方竟然讲，看不出这台车并排临时停车，或者是并排停车，认定检举无成功。网友是起一个问讲，台湾的交通已经死啊！临时停车仅于人行道、行人穿越道不依顺向方向可检举。警方强调，违规停车牌每当有民众录影举发，必须爱环境到现场开单。而且骑士提供影片短14秒尔，通常临停至少爱3分钟，才会当进行检举，所以罚单才会无法度成立。实际当个现场，路边有水果档、火锅店，民众为着方便落车去买物件，或者是司机送货，嘛会临时停车、地速踏车。若是大家拢会当退一步，对当避免冲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